得啦，你喺邊啊？問我科學性有幾多？問我秘學性有幾多？我如何能夠一日去數清楚？問我點解會高興？究竟點解要付出？我笑住回答講一聲，我係我。無論我有百般對，或者千般錯，全心去承受結果。面對世界一切，哪怕會如何，全心保存真的我。問我得失有幾多？其實得失特別清楚。我如何能夠一日去數清楚？原來一生去到終結，無論歷盡去幾風波，我仍然能夠講一聲，我係我。吹完啦，OK。點解成日瞓低咗嘅？